道路、真理與生命。當人聽到基督嘅身份時，通常會產生呢種理解，他係道路、真理、生命。人可以藉着他得着救恩，但呢三個概念，與其話係他宣告咗乜嘢，不如話係用嚟說明人係點樣被連接嘅語言。因為他作為中保，完成咗至高者 El Elyon 同人類之間嘅連結，所以呢句說話喺成為信仰告白之前，更需要被視為一個結構去理解。首先，係道路，道路唔係目的地，而係通往目的地嘅途徑。就算目標再正確，如果行錯路，都唔可能到達。道路唔係選擇嘅問題，而係方向嘅問題。其次，係真理，企喺路上，並唔代表一切自然就會對齊。真理唔係存在於情感或者主張之中，而係取決於你係同乜嘢對齊。當標準清晰，方向就唔會偏離。最後，係到達之處。生命唔係努力換翻嚟嘅結果，而係連結之後自然產生嘅狀態。當道路被打開，真理成為準則，生命唔係被帶入，亦唔係被製造，而係自然顯現。因此，道路係進入嘅途徑，真理係對齊嘅標準，而生命係連結嘅結果。聖經就用呢句話去傳達呢個結構，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呢句說話唔係一種自我宣告，而係一段向人展示至高者同人之間已經被打開嘅連結秩序嘅結構性言語。